歡迎收睇環球金融快線，先睇啲重點新聞。人民銀行發行1年期央票，中標息率比上個禮拜下跌，29個月以嚟首次下跌。市場預期內地會逐步走向寬鬆。亞太經合組織會議之前，美國有官員話要繼續逼人民幣加快升值，但係中國就話人民幣應該貶值。各位好，歡迎收睇今晚嘅環球金融快線啊！咁喺呢度主持節目嘅咧有我林明欣啦，身邊都有黃 Sir 黃冠一喺度嘅，黃 Sir 你好啊！你好 Candy。先同大家咧講講內地方面嘅消息啊！咁今日其實頭兩則嘅新聞咧都係有關內地嘅。環球經濟唔明朗咧，早前溫總咧就提出宏調政策咧會適時微調嘅，咁令到市場即刻憧憬係咪會放鬆調控力度，非常之留意央行嘅操作啊！喺公布通脹數據之前，人民銀行今日發行100億1年期央票啦，中標息率咧係3厘5733嘅，比對上個禮拜咧係跌咗1.07個基點嘅，就係09年7月步入加息週期之後呢一個息率咧首次下跌嘅。咁同時今個禮拜其實有1090億央票到期，咁央行咧就啟動翻個淨回購啊，一共咧就係300億嘅，就係28日嘅啫。咁即係話市場暫時咧係多咗接近700億嘅資金啊嚇。咁啊，往常似乎中央咧至少暫停咧就係再收緊呢個貨幣政策啦嚇。咁啊見到嗰個市場嗰個水頭都充足翻些少，但係咪好難講話會真係好快減息咧？嗱其實都啱嘅，因為佢今年就交咗3次息啦，全貸嗰度，咁亦都加咗6次呢個存款準備金。咁佢哋已經其實上半年已經放風出嚟咧，就下半年即係要睇情況，睇情況咧就未必係話會再加存款準備金同埋再加息㗎啦。但係咧就嗰個收緊嗰個力度放鬆咧，但係唔係代表佢會減息啊。咁我覺得佢咧就未必。即係佢未必會減息嘅，即係佢過年之前即係我話農曆年之前會減息，但係農曆年之前係有機會係減呢個存款準備金嘅嚇。咁因為點解咧？聽日就個 CPI 會出啦。係啊係啊。咁上一次就6.1啦，係咪？上個月9月6.1啦，10月我諗而家市場傳出嚟咧係6之下6之下啦嚇，6% 樓下啦，有啲啊5.5啦。咁呢個財話社仲話4.6添。如果4.6就真係你都望佢4.6啦，係咪先？4.6嘅時候，第一個 A 股會升啦，第二咧就呢個放寬銀根嗰度咧，就會即係邁進一步啦，係咪？即係只不過而家都有一個即係強啲嘅信號，即係話會邁向一個寬鬆，未必話會即時去做嘢嘅嚇。咁啊嚟緊咧禮拜6咧會1連2日咧舉行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會議嘅，有美國官員咧已經事先話會繼續向中國施壓啦，要求人民幣加快升值嘅，亦都認為可以帶動到亞洲國家跟隨放寬佢哋嘅匯率波幅，係有助於全球嘅經濟復甦。咁但係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認為中國外匯儲備持續下跌，同埋資金出現外流嘅情況咧，人民幣匯價應該就係貶值㗎。網上你有講過咧，資金咧有流出新興市場嘅情況啦，睇到有啲新興市場嘅貨幣咧都不斷跌嘅。人民幣匯價咧，而家你叫佢再加快升值，係咪唔係時候啊？嗱即係人民幣咧，我成日都講佢唔可以升得太急㗎，係咪啊？咁因為點解咧？你出口轉內需嗰度咧？出口係佔整體嘅 GDP 咧係大過內需嘅嚇，咁但係如果要由內需去帶動嗰個 GDP 增長咧，就去代替咗出口咧，就根本就唔容易。尤其是而家咁嘅環球咁嘅環境啫，如果你人民幣係咁升咧，就真係好大件事嘅。咁反而如果你聽日個 CPI 落嚟嘅時候咧，你個人民幣嗰個升嗰個速度啊仲慢啲添，因為唔可以咁唔使即係唔使咁多進口嘅嘢貴得滯啦嘛，係咪先嚇？咁佢如果佢係 CPI 落咗嚟嘅話嚇。咁佢可以容許人民幣咧，暫時即係唔使大幅去升值，或者再升值啦，係咪啊？咁但係你再講咧，就係呢次 APEC 咧，就其實咧就喺呢個12月13號啦，喺呢個奧巴馬嘅家鄉夏威夷舉行嘅。咁其實咧對奧巴馬嚟講咧意義重大，所以美國咧密鑼緊鼓咧就喺度做緊啲嘢，出口術咧就表面上同政治嗰度
去出口術去睇咧，就係話你人民幣要升值啊咩？其實內裏咧有好多嘢咧，希望都可以同呢個中國講掂數，或者其他國家講掂數嘅。咁裏邊嘅主題咧就係即係緊密聯繫嘅區域經濟啦。其實就係講經濟啫嘛，因為而家全球嘅經濟都唔掂，你唔講經濟就喺度打仗係嘛？咁咧就裏邊係討論亞太區嘅經濟增長啦，區域經濟一體化啦，綠色增長啦，能源安全啦，同埋呢個規劃嘅合作嘅。咁胡主席咧就會出席，咁佢咧就會推廣咧，即係推銷啊12.5規劃可能對亞太區嗰啲工商界咧帶嚟嘅呢個機遇啊，咁所以我覺得係一個即係機遇講生意嘅場合，就 rather than 一個戰場咯嚇。即係成日咁啊，係咁啊，咁睇得咁窄，係咁盯準人民幣匯價咧，其實都未必一件好事啊。咁啊，講翻其實 G20峰會之後，人民幣匯價都連續2日啦，其實都係略為轉弱翻些少咁，大家留意住啦，嚟緊個人民幣走勢係點樣啦。咁啊，接咗呢個時候啦，就睇翻股市嘅表現啦。美股咧啱啱開市嘅，道指咧就係升28點，報12,096點；標普咧就轉跌為升啊，暫時升4點，報1265點嘅。至於歐洲股市咧，今日個升勢咧都算係凌厲啊！咁啊，三大主要指數咧升幅介乎1%咧至到超過2%嘅。咁其中德國 DAX 咧升124點，報6053點。呢個冇錯，其實今日意大利股市咧都升得幾好，升超過2%。咁陣間咧，意大利其實都會咧投票佢哋即係布魯斯科尼講嗰個緊縮政策。咁我哋如果有啲咩結果，都會同大家咧隨時跟進嘅。咁啊，呢一節差唔多啦，咁轉頭翻嚟咧會跟進一下 EFSF 啊。咁琴晚啊拍債30億啦，點解個反應咁差嘅？轉頭翻嚟見。